成個開幕式預計全長75分鐘。曾經執導電影《無間道》嘅香港導演劉偉強係今次開幕式嘅總監製。無線電視駐廣州記者盧卓文報導。記者盧卓文喺廣州奧林匹克。開幕式咧會喺8點鐘正式開始㗎。其實而家暖場表演咧已經開始咗㗎啦，就係進行緊一啲嘅歌舞表演，咁都有香港嘅演藝界人士參與㗎。係頭先氣氛都幾好啦，不時見到有觀眾歡呼咁樣。咁講翻個開幕式啊，粵港澳3地賽區嘅運動員代表咧係會喺運動員入場嘅環節嗰度壓軸出場。咁至於香港嘅代表團呢，就會由賽艇嘅運動員選手係作為持旗手代表香港進場㗎。咁另外呢，一陣開幕式嘅時候呢，都會有火炬燃點嘅環節。咁但係至於邊個去點燃火炬同埋嗰個形式係點樣進行呢？現場就未見有好多嘅提示可以話到俾我哋聽係會點樣。咁我哋會喺度跟進住開幕式嘅情況，交翻俾香港新聞部。好啊，唔該。轉睇下天文台話，超強颱風鳳凰聽日中午前後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，聽日中午後會發出1號戒備信號。鳳凰集結喺馬尼拉東北偏東大約190公里，